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永早人味菜伫咧摇，摇讲或者青皮白白破开空壳，就是咧摇竹啊。讲竹啊，说竹啊，青皮白白即款外观，嘛有真侪读册的人、文人、写诗的人，当作讲竹啊是真装扮，是真有气魄。是真有主张，是袂含人南山来一种手藏。毋则会讲对郑成功来一个新公文先生，人民间拢讲，因为伊来拍开台湾民间汉学的传统，伊就写一首真出名的诗，叫做《咏离竹》，伫咧描写篱笆顶头的竹啊。诗句短短只有7字4句，内容就是写讲：分析金珠变法机，严风空作说宋诗。看他真有参天时，只为古今上记哩。拢总4句的诗句，看起来咧写竹啊，咧写篱笆边的竹啊。实在大家咧研究嘛，是讲新公文咧写汉式壮美，即系移民的心声，无爱做清朝人统治的国民，所以袂输敢若竹啊共款。分析金珠变法机，竹啊吼，你得甲分出去另外种，摇再调，搁再生，搁再炭。啊，毋过严风，因为我来到南方炎热的南方台湾这个所在，空作说宋诗。我伫咧炎热的台湾，竹啊，袂输咧想北国故乡有落霜雪迄款的天气共款。啊，毋过冷眼看待，看他真有参天时。别种的树丛生炭，袂输讲要卷去到半空中共款。只有我，只为古井。只有我一元怀抱对大明帝国一种尊敬，怀抱对大明帝国绝对无改变一种意志，只为古今上记哩。我因为这款爱国的心情，无爱做清国国民，我搁挖靠伫咧篱笆顶，这就是新公文所写的《咏离竹》，足出名一首诗，感动人300年。也因为新公文郑成功对伊的尊重，所以伊来到台湾来开东吟的诗社。甲真侪遮兴趣写诗、研究写诗，遮文人大家集做伙，人讲台湾才渐渐有汉学的传统。毋则新公文这首《咏离竹》，真正写出移民的心声。国情各位所有观众朋友，咱搁再来读一摆，讲分析金珠变法机，严风空作说宋诗。看他真有参天时，只为古今上记哩。竹啊的心声，文人的心声，有人讲。对明朝郑成功带来这移民，也是这首诗写出深入的心声。